它放大就好了。这边我不小心帮就翻没了。谁叫你那么多手 ？Hello。Michael。我建议它放好一点，但是这里容易听个电话，很多人都弄掉了。是吗？这个责任就交给你。我帮你看的。不见就问你。你要知道 ，it's not my business. It's teachers. 开会那边叫别人说拿报纸就可以了，因为我觉得报纸里看。放喺正中啊嘛，好細啊，睇唔到。唔通我喺度揸啊，幫佢揸住。你放喺台面都 OK 㗎。台面唔得，一陣俾人笠到。差唔多，睇唔到佢。你就幫佢做嗰個啦。2分幾啊，咁可以計。咁你幫佢揸。得唔得啊？
係